手把手祷告手，来到这里，看到很美的风景，听到很悦耳的声音。我们可能没有看到那个镜头，是一排坐在轮椅的人，有些脸上带着愁容，有些脸上是呆滞，但也有些人的脸上是欢笑，是喜乐的。何以同样是生病，但却有不同的表情呢？我想就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弹琴的这些志工哦，他们都是志工，他们静悄悄的来到我跟钟贤哥的旁边，来问我们想听什么歌吗？我们轻轻跟他说，我们其实对歌都不熟，但如果可以是圣诗，那么该多好。竟然这个志工说，哇，他几天前就有想过，他应该在这个医院要弹一些圣诗，让人更有盼望，因为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好奇妙，因为他说他会当志工到医院，就是希望人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今天真的很被祝福哦，他马上到这个钢琴旁边为我们弹一首明天会更好但我们知道若没有永恒的盼望，明天不会更好的，是吗？所以我们来感谢一件事，今天经历从永恒眼光来看的美好事，恳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身体有限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家庭也一样，我们来分享我们共同经历永恒世代中的那美好的事情。手牵手，祈祷的手。